中华有一个少年农民，昨中昼为着要抢救农作物，去到田里，甲这抽水机拍开，煞互电掉出来过身。到早起10点呢，这全台湾敢若是农作物农产的损失已经超过2亿7千万，金额继续在咧增加。农业部也公告办理现金救助和价利贷款等等，若做有需要农民会当去申请。救护车接到通报了后，赶紧驶伫田间的小路要去救倒伫田内底10人，可惜到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。该民众接水电作业、接抽水马达的时候，不慎遭触电了。详细情形还是需要警方调查。连日大雨田积水为抢救作物，中华鼻头这45岁的姓江的青龙，这是中昼无雨到田内底开抽水机，技术先过旧漏电，互伊不幸电着死亡。这个是漏电的，有跳电嘛？对对对。警方表示，姓江10人回乡就是为照顾妈妈，即马发生憾事，老路年岁正大的妈妈这亲人和亲友无法度接受。0728连续8日大水河重创东南部，文化造成部分市场事故，饮水合土就老者灾情，农损更换严重，其中屏东上严重。将往来拢背掉，因为往来若浸水就会烂去。屏东高树伫大水后期间大淹水，附近圳高的农产拢淹去，过半风来拢爱背掉，好农民真艰苦。我部分差不多是7成。7成大概是偌大？偌大啊，就1000头占700。到初5早起10点，0728大水后造成全台农产甲作物损失超过2亿7千万，其中屏东9197万上惨重，山区是台中7395万，甲高雄6617万。各县市政府继续统计当中，面对大水后灾情，农业部也公告办理现金救助甲价利贷款等，提供有需要农民来申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